婚姻馆目前有14万栋的粪扫囤伫粪扫场，但要烧。婚姻馆环保局3月伫岛南的粪扫掩埋场引进澳洲粪扫分类处理的机械，一日会当处理200栋的粪扫，目前嘛已经处理掉12000多栋咯。嘛望讲年底进前会降落这粪扫拢处理好。移动式的机械分选机不停运转，为了提升阮馆内粪扫处理的量能，婚姻馆环保局有3月份。在岛南掩埋场设置这套系统进行气化粪扫，每天会当处理200栋的旧粪扫，希望减轻掩埋场粪扫堆积的问题。我们设计量是一天是处理到200吨，那大概会产制100到120吨的一个燃料。那从斗南的部分，从3月进驻之后，持续做试运转调整，然后到正常的一个产制。处理垃圾，然后产制燃料呢，到目前已经累计处理了家户垃圾约12600吨哦。婚姻馆环保局表示，目前全港粪扫的堆积总量14万栋，其中10万栋已经包起来，避免环境影响，并针对在乡镇新的掩埋场进行总体检，提出改善消防设备、防配线的围篱和冻土墙顶改善，要有掩埋场规体空间和环境评估。更适合移动式粪扫机械分选机来进驻。县内家户产生的垃圾约320吨。那其实我们积极的在提升我们我们县内的一个每日的一个处理量。我们是希望年底能够达到一个每日产生垃圾的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处理。希望垃圾的堆置情况呢不要再增加了。环保局表示，近期天气真热。容易造成粪扫中的有机物发酵自燃，希望民众要落实做好粪扫分类，以降低粪扫掩埋场火烧事件。至于目前规划，7月份将开始整理西内掩埋场的空间，让这座系统尽早处理堆积18000栋的粪扫。记者为你报道。